始这个市东啊，要打东啊，结果吼，这手东啊、甲骹东啊，拢煞失灵啦。哇！我做迄阵心内是做着急的，哇！要安怎？我怎甲后壁的兄弟讲，咱的这个刹车拢失灵去呢，要安怎？因为这时间真短吼，拢无时间人反应吼。真奇妙的就是讲，迄个落去了吼，伊是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啦，就是咱俗称的这个发夹弯，对，吼。所以伫即个情形的时阵吼，我心内真正足紧张的啦。嘛毋知要安怎较好但是感谢主迄神乎强代志足奇妙的发现咯。对于即个弯道另外一边吼，因为完全看袂到车嘛，因为迄个是180度的弯道，完全看袂到迄边有任何的车来。雄雄一台卫士牌吼，甲迄台车一模一样的车，伊跩雄雄毋知安怎跩雄雄撞出来啦。大家好，蓝天雪地无烦恼，行为端正人学老，欢喜斗阵上佳好。你今摆在收听的是厝边隔壁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厝边隔壁大家好，中好三听有敬老。你好，我好，大家好，幸福美满好结果。厝边隔壁大家好，冬天雪地无烦恼，行为端正人学老，欢喜斗阵上介好。厝边隔壁大家好，中好三听又敬老。你好，我好，大家好，幸福美满。好结果，厝边隔壁大家好，由在良法人真耶稣教会制作提供，欢迎收听。各位厝边隔壁大家好的好朋友恁好，今日搁伫空中和大家来见面。今日戏团真欢喜咱来到台北。这个新北市的309埔的这个所在的义中教会，要来采访义中教会的陈姓义执事。咱请执事甲咱空中的这个听众朋友请安问好。大家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主信义执事是义中教会的执事戏团伫遮的时阵嘛，对小弟真大的这个照顾。咱今日就要来听伊生命的这个故事。咱请执事来甲咱讲差不多伫进前你捌发生过这个刹车不灵的这个代志迄个过程是安怎来发生的？用向听众朋友来见证无？好，来。我即摆来向大家来见证主要说伫我身上的恩典伫个民国80年的时阵迄个时阵小弟差不多是20岁因为迄年12月小弟去做兵所以自迄年开始小弟拢一直咧等即个做兵小弟自细汉是伫个教会大汉我是算第3代的信者。所以即属你是第3代，等于是对你的阿公的时阵就来信啊。是但是因为第3代信者咱即个信仰拢一直无讲有真深的体验啦。所以讲常常咱就讲来教会做圣工，那爸爸妈妈讲来教会做圣工，咱就来教会做圣工。伫迄年足特别的。就是教会迄阵迄个聚会组拢也无讲真健全所以讲有当时暗时的聚会即个领诗有当无来有当时翻译无来有当时是即个司琴无来所以我就爱去学啦，学讲逐项物件我拢爱来学起来，学会晓安尼啦。感谢主，所以咱听信义执事的即个解说，咱就知影，其实伫教会当中需要真侪人的即个投入甲服侍。
这个导游甲防晒有时阵排着了，因为较无拄好无来的时阵，一寡人就爱补位吼，就爱来斗相共。所以对这咱嘛当看出吼，信义技术虽然伊头仔真谦虚讲吼，伊是信用第三代，对信用吼无即个真直接的即个体会，但是因为伊积极。愿意主动来参与信工，所以这都有做侪奇妙性的这个因典哦。所以即使安尼，你就自然就学会晓做侪的这个服侍的这个精神甲工课吼。是，感谢主。就是因为安尼有当时我拄讲的这个司琴、翻译、领诗拢无来，要安怎？我这三个拢无来，要安怎？结果我就参团队参详团队你来领诗啦我来司琴，司琴煞了你就爱去你领会，我就爱起来翻译所以我会记迄一年哇，感觉真充实，过了真快乐安尼。感谢主这过程当中，咱嘛听到信义之书这个服侍的这个过程，就是教会拄开始的时阵，可能人数比较较少，工人较缺欠。这个时阵信义之书伫当时个少年。嘛愿意安尼主动来投入，这是真好诶。假使我当时诶团队我会感觉有这个少年来安尼做好诶啦，来无人来领诗，就团队要上台进前来做伙领诗，大家做伙来唱诗俄罗斯，这真好啊！而且伊佫愿意去司琴，刷落来去，司琴诶无来，领诗诶无来，刷来翻译嘛无来，这个信义之书当时做少年，佫愿意来翻译，主要翻译诶原因就是有诶人听有台语，听无国语，有诶人敢若听有国语，听无台语，所以咱主讲诶人准讲台语，咱诶翻译就需要翻做国语，准主讲诶人讲国语，咱翻译诶人就要翻做台语，互每一个来聚会诶人拢会当得到造就啦。所以即次头拄伫见证当中就讲到，这过程内面非常的喜乐，非常的快乐。我相信当时的团队人嘛感觉讲哇，这少年实在真好，会当安尼看到教会不足，缺欠的所在就愿意补起哩。这阳光来讲嘛是一家人的这个精神啦。感谢主就是因为拢安尼嘛讲做啦虽然对神无体验不过咱安尼甘心听爸爸妈妈的话来教会做信工所以讲神嘛小弟有一个体验有一天这个因为咱这少年人迄阵的年轻人做侪拢是读夜间部的为暗时爱补习，所以大家拢无法度暗时无法度见面所以拜六安歇日拢会来教会聚会礼拜。一寡阮这较少年的拢会烧酒有当去海边佚佗，有当去山顶佚佗安尼有一天小弟就礼拜载咱教会一个兄弟要去观音山兜风因为小弟无奥多摆嘛搭朋友借一台迄个卫士牌奥多摆较早迄个卫士牌奥多摆是一边是用手摆拍索的一边是头前轮的档搁来脚踏迄个所在有一个后轮的即个刹车啦真奇妙就是安尼阮自三林埔骑去到观音山观音山已经骑点外钟拢无代无志拢足平安的但是结果就经过一个迄个路径，迄个路径足长的我较即阵还会记迄路径足长的，差不多至少100外公尺这样啊长的路径，安尼表示当时的速度会足紧的是结果路径落到差不多一半的时阵，我看差不多落到上下底遐差不多剩差不多50公尺我就开始即个启动要打动结果足奇妙的呢，这手动甲骹动拢煞失灵啦。哇！我迄阵心内是做着急的，哇！要安怎？我怎甲后壁的兄弟讲，咱的即个刹车拢失灵去呢，要安怎？因为这时间真短拢无时间通反应嘛毋知要安怎就开始心内开始紧张起来，心内嘛迄阵嘛无想着讲要求主耶稣来帮助安尼啦可能差不多经过几秒钟拢无时间通反应真奇妙的，就是讲迄个落去了伊是一个180
度的大转弯啦，就是咱俗称的这个发夹弯。对，吼，对哦，安尼是做大的一个转弯处诶。是，哦，这当然这是事后才知影，哦，但是当阮这要落去吼，这个档啊，阮也拢挡无掉的款吼，会冲对向的这个车道嘛吼，冲过对面的车道了，伊边仔有一个小的停车的空间，吼，若这个冲过迄停车的空间吼，都直接冲落山骹呢。哦，就直接冲落山坎，安尼讲起来足危险的呢。是啊，所以伫即个情形的时阵吼，我心内真正足紧张的啦。嘛毋知要安怎较好，但是感谢主哦，迄神互一项代志足奇妙就发现咯。是发生什么代志呢？结果吼，对于即个弯道另外一边吼，因为完全看袂到车嘛，因为迄个是180度的弯道，完全看袂到迄边有任何的车来。雄雄一台有迄个甲我同款的车，维士牌吼。嘛是手牌，甲迄台车一模一样的车，伊跩雄雄，毋知安怎跩雄雄撞出来啦，跩撞来我头前，互我弄落安尼，两台车跩掉咧遐安尼。有倒去无？人有着伤无？拢无倒，伊嘛无倒，我嘛无倒，阮跩掉伫遐。安尼讲起来足奇妙诶，因为百外公车安尼落架，拢无动啊，安尼直直路。敢若讲是即个重力加速度，迄速度都非常的紧啊！吼，搁到即个人拄仔甲车骑过来，咱拄仔甲弄落，竟然无甲伊弄飞，无咱嘛无倒去，安怎掉伫遐？哦，这讲起来就是一个奇迹呢，就真正呢。搁较奇妙的是安怎呢？结果吼，咱一般人迄个机车烧弄吼，你若弄着车头，迄车头会猫咧。弄着车尾会猫咧，结果我弄着伊的即个卡达邦啦。卡达邦维士牌卡达邦通常拢足用的吼。够用的。迄卡达邦用甲吼，我若弄咧了吼，伊甲猫一丝啦入面尔。安尼讲起来，原来是足奇妙的代志。所以无飞走的，嘛无倒去，人嘛无着伤。拢无吼。所以吼，阮两个车全牵对边啊，我拄仔讲的迄边啊有一个空间停车的空间，我来检查无弄着人，我嘛拢无着伤，我来看伊的车有啥物损伤无，伊跩猫一丝仔入面尔啦。尾伊想要讲这你爱哪白啦，尾想者讲这甲小可猫咧啦，这毋知要咱免哪赔咧，感谢主，来伊嘛讲算啦，免赔啊啦，就安尼，这代志就安尼圆满来解决安尼。所以伊继续骑上山，嘿，所以伊的车表示拢无安怎，敢若小可小一寡猫去安尼啊。嘿，伊尾伊就骑走咯。咱嘛继续骑，咱嘛骑落啊。佫个奇妙就是吼，我骑点外钟来到即个观音山对无？伫遮两个刹车拢失灵哦，但是我要转去的路上。点外钟的时间，同款是安尼起起落落，但是吼，两个刹车拢正常的呢。这嘛是做奇怪的代志吼。当然，敢若拄仔伫迄个时阵发生这项代志安尼吼，嘛，互咱体会到神特别的这个恩典甲帮助吼。是感谢主，所以吼，我安尼事后咧思考这项代志，我常常感觉讲，我对神拢无体验哦。我感觉神是要借着这项代志，互我对伊有体验，所以讲这件代志会使讲是我这一生吼第一遍，甲这个神吼有头一遍的这个接触，互我对神有一个真深刻的认捌安尼。所以，对于生活当中，咱会当发现，咱信耶稣的人，拢有主耶稣的恩典，甲咱同在，主耶稣嘛安尼继续甲咱来看顾，感谢主。所以咱听到这个技术奇妙的这个见证嘛，互咱知影讲咱这神是又个真又个活的这个真神，嘛是值得咱过来挖靠神的请问技术伫你的这成长的过程内面，你毋知捌破病过无？
破病吼，我开始做兵的时阵，迄阵就拄着啊。哦，啊，做兵的时阵，迄当少年呢。当然，我细汉的时阵破病我无印象，但是我做兵的时阵吼，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哦，而且迄边吼实在是有性命危险。哦，啊，当时是发生什么款的代志呢？哦，来这都爱豆豆来讲咯。吼，伫个民国80年，吼12月，吼迄阵小弟就去做兵啊嘛。吼啊，咱拢知影去做兵，咱拢爱入去中心啦。啊，你中心爱训练吼，啊，这个中心训练，咱一般拢爱这个走这个3000公尺吼。啊，搁来做伏地挺身，吼啊，拄入的时阵吼，做40下，我记是做40下，啊，豆豆变做50下，豆豆变做60下安尼，吼啊，拄入的时阵吼，一开始做40下吼，吼，大家拢安尼哀叫啦，吼啊，一寡迄个喙吼较歹吼，我咧安怎做，差不多做10外下了吼，后壁足侪拢伫遐咧骂啦，骂3字经，骂啊足歹听，拢豆豆骂咧骂班长啦。哦，我心内想讲，啊，就较认份做就好啊嘛吼。哦，啊，就40下做完了，班长就互大家讲好，来，即摆互大家5分钟的时间，哦，互咱做活动。哦，啊，我想讲，做兵吼，有个人是要做兵是拢不得已的啊。啊，但是吼，我是抱着讲，想讲要自我训练吼，想讲做兵的这2年吼，会当训练家己吼，会当较坚强做一个查甫人安尼。啊，所以吼。即个做40下刷了后，即个休困的时间吼，我拢会搁拍落搁加做10下安尼啦。哦，安尼讲，安尼就是心态吼，即时的心态调整甲真好。吼，咱伫台湾的，咱遮的查甫的吼，咱只爱吼满20岁吼，咱就准备爱做兵吼。啊，咱拢常常都是专科大学毕业了吼，咱就是准备要做兵安尼。吼，啊有的就是做无情愿的，感觉讲迄浪费2冬吼，亲像即马咱台湾的这查甫囡仔吼，本来4个月即马调做1年。但是咱迄当时吼，拢是做2年的兵的吼，啊，所以当时会感觉讲啊，浪费2年的时间是来做无价值的。啊，但是他都咱听咱圣意执事安尼讲吼，伊调整好伊的这个心态。既然拢爱做兵，并且嘛是咱的义务，吼，咱都是用一个做正面吼啊，做好的这个态度去面对啊，所以这书都是用讲这2冬我好好啊要锻炼我的身躯，互我的让身体当更较健康的。吼啊，所以入去中心绝对是超的啊！吼，你讲走3000、走5000，迄拢是正常的啊。所以去做伏地挺身、仰卧起坐、交卧蹲跳、吼开合跳，这拢是一定爱做的啦。啊，伫头拄仔圣意这书你见证当中嘛，听到人做40下了，哦，大家就哀叫啊，表示这书的这个体能吼袂歹。啊，人你休困的时阵，即事搁外力吼，搁加做几个安尼吼，嘛安尼看出来讲，咱真正有即个心吼，要来接受即个操练，啊，互咱的体能吼会当搁较好的安尼。安尼讲起来，身体愈操愈勇，应该袂破病才对啊。过来吼，其实即个中啊爱搁插一项代志啦吼，就是讲因为我安尼拢加做完了后，大家拢咧休困，我拢搁加做啊，因为安尼吼，即个。有差不多2礼拜以后啦吼，咱即个班长伫个消防栓遐发现讲有人偷藏1包烟啦。哦，所以当时军中是袂使食烟的嘛。是啊，竟然有人藏烟伫迄个所在，表示有人咧偷食。对，啊，所以讲班长就迄阵，我会记得应该半暝差不多12点遐，伊就将全连的人拢叫起来。大地震。大地震，12点咪大家拢咧困的时阵嘛，伊就大声喊，大家拢起来，大家嘛唔知影公公就爬起来，啊，立正站好安尼啦，问讲照1包烟到底是啥个？你什么人若承认，其他人去困，啊，你就叫对我来，啊，结果无人敢承认啦，啊，所以全连拢去用罚伏地挺身。这就是集体的惩罚安尼吼。结果。全连就去用罚伏地挺身，而且这个伏地挺身佫较特别，因为咧寝室内底，手拍的，2只脚爱翘起你迄个寝室的迄个床板，爱跨去床板头顶，按说呢对手臂的迄个压迫佫较大吼，佫较吃力咯。是啊，转开始班长嘛咧边仔
甲阮做伙做，但是伊骹无翘起哩啦。伊就开始讲一下二上安尼，1、2、1、2安尼一直做，毋知做了偌久啦。开始安尼规间安尼哀叫安尼啦。班长吼，听到大家哀叫吼，就不管你做到有人承认为止啦。就是要逼迄个做歹代志的，爱承认就对啊。是啊，但是无人要承认啊，继续一直做，做到尾啊真正一寡人已经拍落啊。班长看到了，伊讲你若感觉家己是脑撞你就爬起来，你毋免做无要紧结果真侪人拢爬起来了，伊甘愿承认家己是脑撞，无爱爬起来，全拢总爬起来结果看尾还佫剩差不多10外咧做啦。班长才佫继续做，迄阵我嘛想讲，我哪会使做脑撞？我你班长做到当时，我要甲你做到当时安尼。做到尾的时阵，真正一个拢起来，一个拢起来。班长怎活头过去看我，怎活转来，伊怎爬起来讲好，你起来安尼。安尼表示信义即属于当时的体能，甲教育班长的体能是会当来相加的吼。所以即个班长尾仔感觉真满意。伊讲问我讲，你编号几号？我编号几号？我已经袂记啊。我就报讲我编号几号？伊讲好，2礼拜毋免徛卫兵，够赞的。这真好的福利咧吼，免徛卫兵，这对咱做兵的兄弟来讲，这是足大的福利哦。所以就是安尼即个互班长我班长对我印象拢真好啦所以一直到有一天大家要出操嘛因为逐工拢爱出操拄有一天小弟小可发烧会胃寒人真正足无爽快头壳安尼戆，但是因为咱抱着一个讲要家己锻炼更较好的一个心态所以咱毋敢讲咱是讲惊迄缀袂着进度嘛所以我昨天安尼硬甲因出去出操硬经就对啦硬经结果经了第4天第4天昨天硬经出去迄天已经甲差不多要中昼进前我已经真正差不多已经要毋知人要昏倒昨天我边仔人昨天插起来昨天送去迄个医务室安尼所以边仔的即个同伴发觉讲你身体较无爽快因为我已经人已经温落已经温落所以边仔的即个病仔伴紧甲你吐起来对即个班长昨天吩咐因插去即个医务室内底去到医务室内底咱这个医务室就开始听我的肺部的声音嘛安尼一位、2位、3位安尼听叫我呼吸安尼结果我看这个咧听的这个医官哇，迄个面感觉敢若足严肃的呢听了伊感觉奇怪，伊昨我紧叫伊的学长用学长啊，你来听看卖，我有听毋对无？换伊个学长来听了哇，面色佫愈即个迄个凝重。到底是发生啥物代志？那连续2个医官拢感觉脸色凝重呢？伊讲你这是急性肺炎。安尼有生命危险所以伊马上敲即个因迄个119，叫因迄个毋知倒一个病院我袂记军医院啦昨天马上来救护车来载我去迄个急诊安尼当然在等救护车的期间伊就问我讲你这个症状偌久我讲已经3天，今日第4天伊出来他妈啦你是安那？你是头壳歹去人无爽快毋就早就爱来是安那度3、4天人都无爽快还佫有这医官咩？但是嘛，透过医官的这个话，会知影讲这是足严重的这个情形结果咧？结果送到这个军医伊马上打点滴马上注一寡迄个消炎的药嘛照电工做做迄个检查拢做做了，医生讲你这几天拢点倒咧遮迄个
住大栋的就对啊，袂使黑白走，啊嘛袂使黑白食物件安尼，啊就安尼住了4天，哦，啊住了4天了后，即个医生后来佫照即个电工，哦照，啊佫听，感觉讲，吼，即个病应该差不多好啊，吼，叫我讲转去军中佫休困1、2天，吼，才出操安尼，啊我怎样互伊再转去军中安尼？所以就伫这过程当中，就知影讲，哦，这是一个真严重的这个疾病，啊嘛是因为咱感觉讲爱对着这进度，所以咱家己唔敢讲，想讲论一下就过啊。安尼伫病院4天之后，就拢完全复原啦，啊，就会当去到部队啊，吼。是。啊，去到部队应该爱搁休困吼。但是我真正无乖呢。过顿工要出操的时阵吼，我看大家全副武装要出去吼，啊，辅导长甲我讲，你再营休息就好啊，吼，你休几工啊，你才甲因出去。啊，但是吼，我安尼已经倒4天，我真正我在足艰苦的。我讲辅导长敢袂使互我缀出去吼，在旁边旁听，啊无我惊缀袂着进度啦。哦，辅导长就讲好啦，啊无你全副武装，哦，你缀咧边仔来看就好啊，你毋免出操安尼。哦，啊我怎缀即个部队出去？哦，啊结果出去才知影讲。今日是要测验500障碍啦。哦，500障碍，迄是做会到的哦。结果辅导长特别甲我讲哦，讲，你咧边仔看倒好无？哦，你毋通走哦。啊，我怎乖乖咧边仔看？啊，因为一摆会当走，伊一摆敢若会当走6个啊8个，吼，安尼啊规练安尼依照走尾完的时阵哦，我咧边仔愈看这骹愈上啦。我怎去找辅导长讲？报告辅导长哦，敢会使互我走一遍就好啊？我走一遍看卖呢。啊，辅导长问我讲，你敢会使？我讲，我感觉应该是会使啦。我豆豆走吼，互我走一摆好无？啊，辅导长就讲，啊好啦，互你走一遍安尼。哦，啊感谢主，啊辅导长就安排我去甲班长讲，啊安排我落迄个甲因做伙走安尼。啊，等全练拢走完以后吼。啊，咱这个士官长吼，开始咧看每一个人的成绩，吼，看啥物人走上紧吼，啊，啥物人走上慢安尼。啊，结果看完了吼，哦，这个这个士官长说开始安尼骂较做歹听啦。你们这一群王什么王叉叉哦，哦，我想讲奇怪啦，伊看完成绩了，那是安那会骂大家啦。啊，结果伊安尼讲，伊讲恁跩吼饭桶，啊一个住院住4天才回来的人吼。因无一个人走会赢伊。可见即次你走出来的成绩是比因较好的吼，就是因为走第1名啊，所以害我所有的专练的同胞拢去互骂啦。哦啊，但是感谢主吼嘛，因为即边吼小弟安尼甲副导长吼讲，敢会使互我走一逝，啊，互阮的士官长对我的印象足好的啊，所以吼士官长怎样向专练来宣布哦，讲。这个陈胜义吼，伊自对打以后拢毋免徛卫兵。哦，安尼这伫做兵的过程当中，这是足大的福利呢吼。因为咱知影徛卫兵拢会互咱的困眠吼中断吼，尤其是徛这个半暝的2点到4点的，以及1点到3点的吼，这2班是所有人上歹拄着的，因为你头前困嘛困无济，啊，时间点要到的进前，你就爱起来着装啊。啊！你落扫了，你还搁去换装了，要困嘛，较无时间好困啊。好啊，所以等于迄一暝拢差不多无啥困着。但是哇，这士官长竟然向专练的人安尼来宣布讲，你免徛卫兵啊，啥拢会当安尼，就是因为新义即师伫军中的这个表现，互人肯定以外，嘛是你的体能吼。比这个教育班长啊，这个士官长因来肯定啦。啊，军中就是安尼，你体能会使吼，你体能也有够，你搁做愿意配合的吼，其实这个中官拢会做欣赏的吼，啊，所以就将这个足大的福利吼，来互这个职士吼，所以啊，职士啊，你伫即件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体会到啥物呢？其实我体会到吼，因为圣经内底就咱讲。哦，我记提摩太，哦，前书也是后书遐吼，讲着讲，咱做兵的人，哦，都爱，哦，互即个教你做兵的人的喜悦啦，吼，所以我就是抱着这个心态，讲咱就专业去做，啊，
加上讲，咧破皮中间，咱嘛是迄个专业要去学习，所以神互我伫咧这中间来拄着即种的急性肺炎，神嘛，来拯救我的性命，所以我经过这个代志了，我更加更努力，想讲要来表现，互人班长知影讲我是一个真用心的一个班兵安尼啦，所以我伫咧即个事件内面，我感觉到讲，咱若认真做任何代志，咱会当得到长官的欢喜，神嘛会甲咱保守，这是我的即个感想。是，感谢主所以头拄即次所讲的迄段，就是伫提摩太后书的2章第4节，讲囝啊伫军中做兵的，无将世事甜心，好互遮调伊来做兵的人喜悦。所以咱伫台湾，咱遮的查甫囡仔，本来咱做兵就是咱的义务，嘛伫即个过程当中，得到即个官长的即个看重，嘛因为安尼，主耶稣的名来得到荣耀啦。所以后来即次你有看到讲咱台湾的即个10大的即个死亡的即个原因内面，听讲即个肺炎是足重要的即个原因的吼。是啊，因为其实迄个时阵资讯无遐尼发达，所以咱毋知讲急性的肺炎是遐尼严重，所以我后来在想讲，即两个军官咧看的时阵，迄面色遐尼凝重，我才知影讲，我后来怎去上网 Google 查讲，即个急性肺炎10大死亡原因拢伫排伫第4名、第5名尤其是即几年疫情来，我迄阵查的是疫情进前疫情以后我就无去查，但是即马毋知排伫第几名，我毋知，所以我才知影讲，原来这急性肺炎是遐尼严重啦，所以才知影讲，原来这是神遮尼大的恩典安尼。是，这嘛感谢主耶稣的这个保守所以有时阵咱伫这几年来的这个 COVID-19 就是这个新冠肺炎，咱对这个肺炎咱还有进一步的这个清楚的认识因为咱每一分钟每一秒钟咱拢去喘气，这喘气就是咱透过这呼吸的这个器官将这个空气送入到咱的肺部然后透过这个血氧的交换互咱身体会当得到充分的这个氧气伫这过程当中就知影讲这肺部的这个重要性阵啊肺部是发炎迄是真严重的代志甚至戏团嘛有几位的这个朋友因来离世离世的原因是啥物？毋是因本来烦恼的这个癌症，是因为伫这个癌症的过程当中所染到这个肺炎所以就发烧然后就来离世所以对戏团所讲的这个当中嘛，互咱知影哇，这个肺炎是一个互人最容易死亡的这个疾病啦包括这个咱的新冠肺炎的这个期间咱过去这3冬来，全世界拢受到这个病毒的影响这影响到咱的这个健康嘛，影响到咱的生命所以互咱知影讲哇，主耶稣是咱随时的这个帮助所以伫诗篇的46篇第1节内面是做诗的人嘛，安尼学了天顶的真神，讲天顶的真神是咱的避难所，是咱的力量，是咱伫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啦所以不管是伫骑这个卫士牌的车伫这个观音山拄到这刹车不灵蒙主来拯救的这个过程，也是做兵的时阵，因为拄到这个急性的肺炎拢互神安尼来保守并且呢因为安尼来健康出院了后体能阁无减的等到是全连100多人的这个第1名嘛，因为安尼得到伫军中做大的这个福利，就是毋免徛卫兵啦所以这拢是神极大这个即时的这个恩典所以咱就做伙来祈祷求神来看顾嘛为咱空中的这些听众朋友来祈求主耶稣来带领安尼，所以戏团就来带领咱
空中的这个听众朋友吼，做伙来向咱天顶的真神来献上咱的祈祷，吼，请咱做伙同心默祷。洪水啊，所性命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阿罗你，因着你引带甲带领，互彼团体会当来到台北义中教会来采访着陈信义执事。陈信义执事透过伊的见证，互咱得到真美好的信息。虽然伊是信仰的第三代，但是透过生活当中的这个体会，会当明白你是一位又个真又个活的这个真神。嘛，对于圣经当中，你甲因讲，你就是道路、真理、活命。若无借着你，无人会当到白遐去。嘛，透过阮信仰头顶的这个体会，互阮都会当来明白你，来挖靠你。透过第一个见证，互阮明白主。你是值得阮来挖靠的，是阮虽然伫生活当中拄着一寡危难，伫生活当中拄着一寡意外，但是你拢愿意来甲阮保守，来愿意甲阮帮助。所以当伊伫落架的时阵，虽然速度遐尔紧，但拄着发车弯无法度来弯越并且准备要冲位停车场刷来去，搁到这山坎去的时阵，竟然主耶稣你这尔美好的这个安排，共款一只这个韦氏牌奥多麦来到伊的头前，并且嘛撞击点嘛遐尔奇妙，毋是弄着车头烂去，嘛毋弄是车尾规个车所散去。咱是弄到伊个脚踏板的所在，嘛是伊上坚固的所在，所以小可猫一个尔，并且嘛吼，这速度这尔紧的这奥多麦，是这个短短时间就停落来，并且两个奥多麦拢无跋倒，并且呢，拢无受伤，刷来去嘛免赔偿，哇，这是主要说你极大的这个恩典。嘛透过第二个见证，伫做兵的过程当中，身体当你用的时阵，来得到了这个吉祥的这个体验。照你来讲，这死亡率是真大的，并且对人来讲是真伤的，真爽的。但是伫这过程当中嘛，互咱体会到主耶稣你的同在甲你的恩典。所以经过了两个医馆的这个诊断。才知影讲，这是急性的这个肺炎是这么严重，来赶紧送到这个军方的这个病院来做治疗。经过4天了嘛，安尼真顺利，会当来出院。出院了，哇，身体阁真好，并且伫500个这个障碍测验内面得到全联的这个第1名，这嘛是神极大的这个保守甲恩典。所以恳求主耶稣基督，你来继续来带领圣义执事的这个脚步，嘛恳求主，你来祝福，互所有这个厝边隔壁大家好的这听众朋友，互因会当透过圣义执事的这个见证，会当来认捌你，并且嘛透过这尔奇妙的这个恩典，互阮会当知影，你会当安尼来听圣义执事，你嘛同款会当来听，愿意来敲找你的人。所以恳求主，你来带领阮所有空中的这爱慕道理的朋友，会当就近到因附近的这个真耶稣教会，继续来查考真理，来认捌你。最后，阮将一切恶乐、荣耀甲上载，拢归到你的性命，平安喜乐福气，归予阮所有你所喜爱的人。哈利路亚，阿门。亲爱的听众朋友，咱的厝边隔壁大家好的节目，直接要来完成了。如果你对今日节目的内容有啥物感动，有啥物要分享的，或者有啥物疑问呢，拢会当伫留言区来和阮分享，问问题哦。嘛会当分享这个节目，互你的亲戚朋友哦。嘛非常欢迎你到厝边附近的真耶稣教会来做伙查考真理。愿天顶的真神赐去予你，赐你平安喜乐。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下一摆
空中再会。最后的厝边，就是主耶稣，永远陪伴你身边，永远保护你，永远的朋友，就是主耶稣。无论风雨也出日，永远看顾你。伊要找你，伊要爱你，要听你祈祷的声。伊要找你，伊要爱你，要听你祈祷的声。最好的厝边，就是主耶稣，予你生命甲平安，予你得福气。耶稣要听你祈祷，要赐福气予你。